大家好，我是倪嘉怡。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，喺執行任務嘅每一日，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。中國航天咧，即係近呢幾年咧發展得非常之出色啦。而家加埋有香港人上太空咧，咁嗰個熱潮你睇到佢咧就係完全同我1992年嘅完全相差得好遠啦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話中國航天嘅新動向。有港版楊利偉之稱嘅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建全，30幾年嚟致力推廣航天知識。呢一日佢向呢一班小學生介紹國家航天新動向。佢最有興趣嘅咧就梗係對太空人啦。佢哋好多時佢哋都有個問號，就係話點解就要發展太空科技先？即係有時我哋中國人有啲乜嘢嘅好處？大部分咧小朋友都係問我哋呢一樣嘢會比較上多啲。為咗增加趣味性，雷建全都會喺簡報入面加入相同埋動畫，透過互動希望激發學生嘅興趣。過嚟嘅時間咧，你要幫我攔截喎，得唔得？你哋準備好未？你見到佢過嚟嘅時間，你咪咁樣。呢啲講座有個比較上好啲嘅效果咧，就係咩咧？近距離啊，大家可以接觸，邀請一啲嘅學生出嚟。又做一啲好少嘅實驗啊，咁就會令到咧就全場個氣氛咧就會能夠開心啲啦，咁佢哋咪吸引啲咯。小朋友咧個反應係好直接嘅，即係你講得好唔好聽，講得精唔精彩，我問好多問題佢答唔答得到咧，你即時睇到個反應嘅，唔假嘅。變咗佢個眼神啦，佢嘅笑容咧，就會令到你自己覺得有種成功感啊嘛，即係覺得啊，即係原來我講嘅嘢都幾吸引。喺黎嘉瑩隨住神舟23號飛船升空嘅嗰晚，雷建全諗翻起話，即刻收到唔少學校打嚟查詢，想邀請佢嚟學校做講座。幾間學校11點幾打電話俾我，就話咧即係想即係揾我去佢哋學校嗰度咧，就去做一啲嘅講座啊、工作坊啊、親子工作坊啊，即係呢一類。咁即係都幾高興嘅。你睇到咧，大家其實都好關注嗰個即係香港嘅太空人啦，同埋即係話好想俾啲學生知多啲有關航天方面嘅知識。咁我會覺得即係話為小朋友嘅知識方面增長啦，為香港出一分力啦，為國家出一分力啦，我咪覺得都值得啦。即係繼續推動落去啦。即係其實互相鼓勵嘅，佢哋都鼓勵緊我繼續落去。如果話父母嘅支持係孩子大膽追夢嘅最強後盾，咁雷建全必定係 Aiden 喺呢條道路上嘅啟蒙導師。最重型嘅火箭，呢個咧就叫做長征5號火箭，亦都有一個名咧就叫佢做肥5。點解佢做肥5咧？就因為佢好肥，就咁簡單。呢一個係我教咁多個學生裏邊嚟講咧，比較上特別啲嘅一個。第一，佢當年係好細個。咁佢好細個嘅時間咧，佢咧就已經跟我去參與，因為未試過咁細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咧就係好多嘢問嘅。嗱，不論係美國啊、俄羅斯咧，佢係不斷咁樣問問題嘅。佢真係問嗰啲咧係同航天咧好有關係啊。咁即係你可以好明顯知道咧，佢真係好濃厚嘅興趣。咁所以咧都算係我嘅得力弟子嚟嘅。我都希望佢係我嘅接班人。超級航天迷雷建全年少嘅時候，因為喺電視上見到人類登月，就立志要做太空人。為咗追夢，佢曾經使咗幾百萬到俄羅斯接受太空培訓，去美國體驗無重狀態，足跡更加踏遍南北兩極。都話我係一個普通家庭嚟嘅啫，我又唔係啲咩富貴嗰啲咁，我又好多啲零用錢我又唔會花喺第二度嘅，咁就擺喺呢一度啦。即係差唔多咧，我要去一次咧，我要儲幾年錢。咁我舉個例啦，嗰個無重力嘅飛行啦。咁我諗香港人參與過呢個無重力嘅飛行嘅人好少，一個鐘頭咧，大約係4萬蚊到港幣。不如我夠膽，我又膽粗粗，我走去學戰鬥機，一個鐘頭要16萬啊！咁你諗係幾貴？咁我諗喺好多人心目中覺得係，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人係啦？所以佢哋咪覺得我就係即係有啲瘋狂啦，潑你冷水嘅，唔支持你嘅，一定多過支持你。呢個好肯定，100%話俾你聽。
雖然佢嘅瘋狂行徑換嚟唔少冷嘲熱諷，但仍然無阻佢對太空嘅熱愛。多年嚟帶領無數青少年四出參與航天培訓活動，鼓勵佢哋開展征天夢。因為你香港對航天嘅資訊真係太少啊，理論嘅資訊已經少啦。咁但係你要能夠參與嗰啲訓練嘅話咧，你更差唔多等於零，係嘛？你有邊間學校有邊個機構提供得到啫？咁所以咧，我咪帶啲同學去啦，望下出邊個世界啦。譬如我哋咧就要喺即係嗰個訓練中心嗰度咧，直程咧就係要去有一啲嘅超重訓練啦，即係佢一個離心機咁，就俾你感覺一下咧，就話嗰個即係壓住你個心口嘅時間，即係好似你火箭升空嘅時間，嗰個感覺係點啦？我哋真係要着一件真嘅太空衣啦，好複雜㗎喎。咁點解要有呢件咁嘅太空衣咧？咁我哋嘅太空食物係點樣嘅咧？無重狀態情況之下係點樣去生活啊？點樣去適應？如今佢收藏嘅航天藏品已經有過千件，部分模型更加見證住國家航天事業嘅進步。呢啲咧都係我咁多年裏邊嘅珍藏啦，又係我自己嘅即係航天嘅展品，亦都係一啲教材嚟嘅。咁好似呢啲就兩彈一星嘅一啲嘅航天嘅物品啦，呢個運載火箭啦，載人飛船啦，嫦娥工程一系列嘅模型啦，呢啲都係要嚟做即係教嗰啲小朋友嘅一啲嘅課程嘅一啲嘅教具嚟嘅。呢一啲教具，雷健全不時會用嚟向學生介紹航天員喺太空生活嘅知識。艙內航天服咧，最主要咧就係俾個太空人咧着住佢咧，就係升空同埋翻嚟。但係咧，如果係要去到太空艙裏邊，離開個太空艙，要去做一啲嘅艙外嘅活動咧，就要着呢一件啦。縱情航天超過半世紀，67歲嘅雷健全雖然未能夠圓夢上太空，不過能夠見證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升空，已經令佢覺得好欣慰。期望將來會誕生更多港產太空人。今次黎嘉瑩咧，佢應該咧就係會離開個太空艙咧，就去裝嗰個天韻相機啊！嗰件咧就做唔到嘅，一定係要着呢一件。咁梗係羨慕㗎啦！咁你冇辦法嘅，你生不逢時。喺嗰個年代，我冇機會接觸得到。咁所以我今天我見得到，即係香港有第一個太空人，佢終於真係佢能夠夢想成真嘅，咁我都高興㗎，我都戥佢高興㗎。人生好多嘢嘅，我比起咁多人裏邊嚟計咧，我都覺得我都好精彩㗎啦。不過希望咧就係不斷嘅，即係不久嘅將來咧會陸續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啦。我都想咁。請問你今次任務係乜嘢啊？我準備要登陸月球，我要上呢一個中國人第一個中國人登陸月球。再見。好啊，祝你一切順利。